表运行一样所以运行的造化的功能，那就所以才叫自然之道生万物以心，顺自然之势成万物以无形。在这我们由内心感情所产生出来的心，相对的你能够成就万物。因为你内心里面不会让外在的相给你牵着走，所以这个叫做才能发挥道的功能。所以无形无情
超白确印，实已经了然于心的那胜百亿，超白印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所以那时候慧能祖师太太讲，他要拜见佛祖的时候，已经经典遍遍了，为求作福，求义务。我只有求了慧能祖师他立下的一个重点，一个核心重点，为求作佛，不求义务。我求什么？求把我佛的功能能够让我发挥出来，我佛的功用能够发挥出来，发挥了佛的功用、佛的作用以后，其他我不在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佛，只是没有办法发挥功用。那个本质、那个支撑点、那个重要的核心点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个关键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当那个关键点按钮知道了以后，按钮知道了，其他就启动了，就连接了，就连接了呢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“天网恢恢”？来呢？是我活动，有没有天网？法网恢恢，有是我活动，吗？我们一般有没有网络？有吗？那我们的网络要不要开？要不要打开我们的连接网络？要不要连接？那个网络系统就要打开呢，没有打开怎么连接？所以天网也是连接系统，我们一般的网络也是连接系统哦。可是要不要打开？要打开那个天网的关键点。我们今天有没有打开？打开的目的要连接，连
奢就是过分，止就是浪费，对不对？无所依就是浪费嘛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那个蓝图想下去做嘛。没有蓝图型下去做的话，我会不会浪费很多时间，浪费很多心力，浪费很多头脑，浪费很多体力，浪费很多青春，到最后走到最后说，哎呦，我好像走的莫名其妙呢，我好像走的人
蜜蜂有没有蜜蜂王？对，让你当王好了。你那一只狐狸，我让你当王好了啦，让你觉得在狐狸窝里面最尊贵的啦，最尊贵的。但在我们人的看法里面，值不值得？不值得，究竟还是无有一致。让你当猪王啊，究竟还是猪一只；让你当
往心而已。把它找回来而已啦。最大的学问找回来而已啦。找回来了，你就万事尽足了啦，就心满意足啦。光是那些本心进来的话，那你面对任何的问题里面都会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迎刃而解，因为那才是解方。那才是解方啊！所以孟子在讲君子深造以道义，其志得也。知也，自得，自得之则其之安，其之安则子之生，子之生取之左右乎也。故君子喻其之德。他才讲说，孟子才讲说，君子，我们身为君子，一定要深造之道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，道在我们内心深处一定要扎根，不能没有道，不能没有道。我们在外面手机拿出来，要不要学很多？要一直学，一直学。哇，了解什么？了解什么？了解，都在看手机在学，对不对？知识现在讯号，资讯发不发达？我懂，我懂。博学，博学啦，博学，博学，可是没有深造的话，还是不行啊。了解很多啦，可是了解归了解啦，我们叫做心灵鸡汤，看得多不多？每一天花很多吗？大家都用那个有几个？没几个，为什么？